行转爱州。短橋轉條菩提內，是件行多年來行嘅腳大廈，計算未來嘅新聞，廚師本年嘅靈魂下一數料理，做出一大組歷史，就等火茶呢呢都進來，土嘅溫結漿，主角都著順，僵屍炒太長，嘅就頭家切家來，人客很出名，調出客家人識嘅符號。火茶頭順嘅素魯菜，用米絲做招牌。馬沙講客家無機會無命運，體統美無客就捱得到。苗栗三义、龙腾断桥、圣心车站游客如织，这些具有绵长历史又富特色景点，早已经是 IG 热门的打卡点。就在圣心车站老街上，有股飘香多年、坚持传承客家文化的饭菜香。餐厅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景，全都是浓浓的复古风情。这栋建筑物它很特殊的，它是所谓的日式的客家阁楼虽然说你现在看到是平面，那大部分它的用料都以樟木为主。那在我这边旁边，它有一个楼梯就是直接上2楼的。不好意思，因为楼上我们现在是当那个干货的仓储中心所以说我们现在暂时不开放。那像这个栏杆也是当初这个能工巧匠他们慢慢的把它用木头直接把它刨开的。这跟铁钉钉的不一样，这完全没有用铁钉的。燃烧的炭盆为旅人洗去了一身风寒，白色的竹篱笆墙是先人建筑的轨迹。这些怀旧的气氛并不是刻意营造，而是承接了苗栗在地的历史记忆。这个就是龙腾断桥而来的砖了，然后这个是921裂开的。921的时候它裂开，就是一个拉扯力把它裂开的。但是还好，在921前一年，我们这一栋房子就已经有经过加强结构加强，所以说它虽然裂开，但是因为它还是被包围住夹住，所以说它并没有对结构并没有产生破坏。很难想象，原来屋子里的砖头全是取自于1935年毁于关刀山大地震中的龙腾桥。超过100年历史的老房子，有太多太多的惊喜值得挖掘。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厨子以前是在这个外墙上面，我们家有3、4个都靠近外墙那边直接封在外墙上面的。这边是在里面空，另外一边打开来看就知道好，另外一边是空的，空的是在靠近外面。对，很多人都猜不出来。所以它到底是防土匪的。原来古老的木厨叫做枪口，是早年客家人用来自保的装置，可以随时监控外面是否有土匪来袭，并开枪自卫。点点滴滴的历史痕迹故事，要讲起来几天几夜都不够。不过这里最能够让人勾起回忆的是道地客家妈妈的味道。刘家原本在圣心车站对面经营铁道货运生意。1969年，妈妈刘黄菊枝则在三义街上开起了客家餐厅。只不过才短短经营3年，就因为健康亮红灯收掉。
两兄弟知道餐厅生意辛苦，一直敬而远之。1982年，旧山线铁道停驶，刘家的铁道货运行也跟着歇业。一场生命中的巨变，改变了两兄弟的想法，决定传接妈妈手艺，将原本的货运行老房打造成复古的客家餐厅。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艺品做得很好，可是投资失利。那时候我们在最低潮，那时候负债8000多万。那因为我们喜欢老东西嘛，因为艺术品的关系，所以老房子当然一定要，别人都没有，更何况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那时候刚好伯伯也生病，所以我们就刚好这个因缘，我们就回去自己的老家嘛，我们就做餐厅。妈妈也婆婆很好，也会教我们做，所以就这样子再把那个老家整理。我跟我哥哥2个人，然后就想说把这个老房子整理起来，然后想要去寻找以前小时候的那种味道。那边那时候说真的，盛县文站是一个小聚落，它不是村庄，还算是聚落而已。那聚落最明显的，就像现在的聚落最明显的，就剩下2种人，老人跟小孩，年轻人都出去了。那我们正在整理房子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整理房子的时候，人家都问我，隔壁邻居都问我说：“你要回来干嘛？开餐厅？”我靠，那是叫天方夜谭，来这边开餐厅。他每过一次就会问一次啦，我都烦死了。我说好了，开面店啊，面店听得懂，面店是有可能，开餐厅不可能。人生中的转折唤起了两兄弟对家的记忆和对味觉的依恋。可是从没参饮背景的两人，把老宅整理成餐厅的想法，刚开始周遭邻居不看好，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支持。一般儿子比较不会听妈妈的话，他说他怎么做我的。那时候也走投无路啊，那时候走投无路，没地方啊，没地方。然后他说他跟我说我要烦死了，我说好啦，你去问神啦，你去问神看好不好？跟我爸2个，他们2个就真的跑去问了，跑去那个山上的江淮有那个圣文宫去问，因为那个圣文宫我们也拜了3代了，那个庙很大，很大。然后他们就真的去问，问他就是说还可以，那就做看吧。不是。我去问的时候，那边周边的人哦，那乡很多老人家都在看我拔杯。哦。拔杯，大家就说你要拔什么杯？他问我说要不要去，我说我不去。反正就是铁了心要做。对。我拔杯那个签诗哈，就说要辛苦好几年哦。你敢没看没？仿佛是冥冥中注定，妈妈硫磺菊枝在神坛前整整跪了近1个小时，同样的签诗奇迹似的不断出现。有了神明的应允，让经营客家餐厅终于成型。只是万事起头难，两兄弟不熟悉厨房大小事，锅铲就只能交给妈妈和太太拿起。那时候真的，我的朋友了解都说我全身只剩一个意志力，其他都烂掉了。因为那时候必须刚好是在最投资失利嘛、最低潮的时候，然后回去做圣心客栈。那因为还好有个妈妈，她很好，她会教我怎么煮。但是后来真正自己去煮的时候，才知道，煮给家人吃跟煮给生意场上真的是不一样，每天手都浸泡在油啊、盐啊、水啊里面，真的是脱了好几层皮，不抱着继续在炒。其实硫磺菊枝和刘科良的太太黄品化都是标准的闽南姑娘，婆媳2人都是因为嫁进了客家庄，才开始学习煮客家菜，也学习客家人应景的精神，因此烹调出了道地的客家美味。我嫁来客家庄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是我婆婆，她也是一个大家庭的习俗，我们是大家族，有上面有伯父，有阿公阿妈。我来的时候还有阿公阿妈，那是客家人的习俗。
我们又不懂又不敢动手，也不敢讲话，站着看，站着听没有，就后来就慢慢这个要突破。既然嫁到客家庄，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那就慢慢去看。刘黄菊枝的人生历程让他深刻体会到天下无难事。他要求儿子们，既然要开客家餐厅，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拌嘛，不用过多啊，好了，不用了。好。努力做到满分，刘家人对于餐厅食材使用很挑剔，要安全，要无毒，还得要有认证，这可是费了他们不少的心力。店里的招牌客家汤圆和所有米食料理全都不假他人之手，不添加防腐剂，坚持自己纯手工制作。餐厅员工也不以为苦，反而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你像那个酱油，我们都是用拟人的啊，我们没有用那个啊，因为一般的话，有的是用化学的酱油，我们没有。你像我们的豆干都没有染色的，一般的豆干都是染色。客家小炒吧，哦，小炒是豆干、鱿鱼、猪肉葱炒起来的。哎，一般的话都是用那个啊，都是染色的。他宁愿花成本多一点，然后让客人吃得健康，我们自己也要吃嘛，我们也在这边用餐，所以我们自己吃的也要吃得健康，让客人也吃得健康，所以这一点我是很赞同他的做法，虽然成本会高一点。要健康就要吃在地的食材，客家餐厅跟当地小农合作，希望借由餐厅的名气来带动农民的生计。我只跟那些就是我们附近的棒梅八婆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的菜贵一点没关系，哈，我跟你拿，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给我喷药，因为你一喷药，只要让我看到一次，我就不再跟你拿了。啊，我就合作20年了，20年了，啊哈，有很严格吗？然后严格，我尽力和他做啊，我又不会偷懒，又不会什么。用心的好味道以及诚实诚恳的态度，让店里的员工满心骄傲，默契十足。一道道真材实料的客家美食，吸引了一桌又一桌自远方闻香而来的饕客。来，这个是我们客家米酱肉，这个要用刀叉切哈，哎，这个要趁热吃。它是3层肉，用红曲酒酿去把它红烧的，哎，来慢慢用，谢谢。油肥而不腻，然后又而且有这种红枣的香味，然后那个连菜那种笋子的味道都有进去，所以特别好吃。好不好吃啊？好吃啊！你没看都扒光了。什么最好吃？梅干扣肉。对，这梅干扣肉，还有那个豆腐，那个是豆腐。这个也好吃。这个是水莲菜。没有经过，因为它的鸡很香，闻到香味才进来。哦，原来是这样。香喷喷的料理满足一张张饕客的嘴，客人们口耳相传，每到假日餐厅门庭若市，回头客的比例极高，甚至有许多台商一下飞机就先飞奔到餐厅打牙祭，全都是因为这里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其实我很多的客人哦，从一开始是客人到最后面是变朋友，包含。你现在，我们这墙壁上有一些字画，有一些相片，还有就讲说是名片。名片的话，这也是很好玩。也就是说，在这家店刚开的时候，那时候我母亲在里面在厨房里面，那我跟我哥就在外面招呼客人。那天也很忙，刚好像是礼拜6还是礼拜天，就是有一对夫妻进来吃饭。他们也吃到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了，然后就跟我要名片。
我说我还没印名片，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经营起来。他说没有经营啦，没有名片，好，没关系。他自己就跑到外面去照相，就是把我们这整个建筑的相片照起来，然后就问我一些基本资料，问好以后他就回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结果3天后，他就捧了一堆名片，那一堆名片我估计应该超过2-3千张，他就捧了他说你就在你前面那个安更来对，然后他就直接倒进去，随便客人捡都没关系，我1个礼拜后再来。味觉承载了记忆，这一家在盛兴车站对面的餐馆，凝聚了一家人的手艺、一家人的情感和一家人的团结。你们香港来吗？哎，香港人很喜欢吃艾草的，艾草的吗？对啊，还有这咸的，超爱吃艾草的，对，这个咸的，咸的哈，我请你吃咸的。刘科良、刘科成2兄弟没辜负妈妈的要求与期待，他们将客家餐厅发扬光大，从原本不熟悉厨房事务的门外汉，摇身一变成为炒得一手好菜能独当一面的大厨。随着旧山线盛兴车站的爆红，让餐厅声名远播。不过经营顺利，并没有让刘家人忘记初衷。他们观察到现代人即使对外食有依赖，但还是很注重健康养生。他们心想，记忆中的客家菜还能不能有新样貌出现呢？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老人家有老人啊，老人家他是本身就是坚持这个传统的味道。那我跟我哥就说他来做所谓的创意料理。坚持传统的同时，创新的念头正在发芽，这也为老餐厅的新发展开启了新的一页。行转挨撞。當橋整條菩提內是件行多年來行嘅腳大廈，計算未來嘅新聞，廚師本年嘅靈魂下藝術料理，做出一大組歷史，決定複查呢內都進來。土嘅溫結漿，主角都著順，強勢炒太重，幾招調價切價來，年客很出名，調出客家人識嘅符號，複查調順嘅素魯菜，用米絲做招牌，馬沙講客家無機會無命運，體統咩無客就捱得到。深知守城藏着危险，不改变存在危机。刘家人开始思考，透过客家饮食可以表现出什么呢？传达出什么？还可以怎么做？于是哥哥刘科良在3义街上开了新店，和传统客家餐厅做出区隔，试图让客家菜、客家米食跳脱传统重口味的印象。因为我们做过艺品，那我们知道如何去把它更精致化，而且要包装。那因为你看到以前的客家米食，真的都是菜市场那个一袋一斤100块的这种。然后我就说啊，就把它分割出来，切割出来，那所有的口味都通通创新过，就不要跟那个外面市场一样的，就什么洋贵啊、低贵啊那些的。那我们就直接把它重新研发过，包括我们的米糕，包括我们的所有东西。尝试低油少盐的全新风味，他们甚至把客家饮食中不曾存在的元素都融合进去。现代人已经慢慢走进养生的观念，
我是在古时跟我太太在古时说，有什么能够在米食里面让它更有一个亮点？因为那时候应该是擂茶刚刚兴起，那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擂茶它里面都有绿茶成分。那我跟我太太说，没有就来加绿茶粉试试看。那绿茶粉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包括各大茶行的绿茶粉，我们也去磨了一个。可是那个蒸出来就是会变成青黄色，没有麦香，完全一点麦香都没有。那当然就是经过表弟的介绍，他就是刚好做擂茶的。他说他有放一个静冈县来的日本静冈县来的擂茶粉。他说我经过我那个高温在泡那个擂茶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擂茶粉不会变色，那一蒸都要2个半小时哎。那你就试试看嘛，好吧，我们就试试看。试试看，真的是蒸了2个半小时以后，它还是翠绿色的。然后就是真正的，我们就采用日本静冈县，那是贵台湾的擂茶粉，台湾的抹茶粉3倍。创新的客家米食大大颠覆外界对客家料理既定的印象。刘科良不再局限自己，也不再定位只是一家餐馆，他将记忆中的客家味道转变成品牌经营，以伴手礼的形式将美味推广出去。后来等到再接这间，再回来做这个伴手礼的部分的时候，也要行销啊，我就开始跑百货公司，各大百货公司南跟北，然后还有跑民俗团、大小庙会，他们都还睡过庙口，还睡在那个百货公司的花车里面，他们都经历过。对，因为那时候也有帐篷吧，就是他们有帐篷。帐篷那些没有帐篷的，就真的睡那个会议桌底下。会心疼吗？就是回想这些，很心疼。最心疼的地方是啥？卫生纸。回想过往辛酸，黄品化落下眼泪。靠着土法炼钢、一步一脚印的行销，夫妻俩真的为品牌打出了名号。而艰辛的打拼过程中，还是有着甜美的回忆。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跑那个灯会，在那个中正纪念堂那边，啊，妈妈在那时候人很多嘛，那妈妈在摊位上面卖，那摊位就是有限的，大小有限。那摊位上面卖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妈妈可能觉得这样子大家手卡手的，然后又要效率不高，对，后面已经站满人了。我们2个就拿着我们以前这种竹篓子，然后上面放米食，我们就那种的国小3年级。我叫他们2个出去叫卖。我4年级，我3年级啦，他国小2年级，然后我们2个就这样子提着，然后出去卖。大家生意好吗？那时候大家都卖掉。那时候异想天开，就是我们卖掉之后有钱嘛，身上有钱之后，想说那个灯会很多人在卖荧光棒，那怎么是荧光棒这么好卖？我卖米食这样子，假拍台，一个台20块，灯会一直赶快就卖出去。然后我们就去跟人家买，我们用我们身上的钱去跟人家买荧光棒，全部买完了，然后想说要来卖，结果卖不出去。谈笑之间，每一段记忆都是家人凝聚的力量。年轻一辈在外打拼，妈妈也没闲着。为了让消费者更了解客家菜，餐馆甚至一度开启了烹饪教室。他还写了食谱，因为客家菜里藏有太多值得学习的智慧。新鲜的时候，我们煮那个长年菜，就所谓挂菜鸡嘛，过年会吃，那是新鲜的，过年会吃的。然后就过来就是我妈讲那个揉过以后就变酸菜，就浸泡以后变酸菜，酸菜以后拿出来晒太阳，晒个2-3天太阳，开始进瓶子。什么叫福菜？那个福菜是蒋经国取过的名字，没有我们就叫副菜，就是把它挤到瓶子里面，比较就是要附着。不让它那个空气跑出去，不然就会坏掉，因为它含水分还是很高，所以说我们叫副菜。所以那个蒋经国那时候来到苗栗公馆就说副菜不好听，就取过名字叫福菜，取同音同义的意思。那副菜那个福菜在晒过，刚刚我们说的晒过太阳2到3天，
就被现在梅干扣肉的梅干菜，同一种菜。刘家人靠着团结与合作，打响品牌知名度，连续3年获选为航空公司的新年应景糕点。他们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刘家人深知美味的传承不能断，于是原本从事贸易工作第3代刘仁豪返乡，扛起了家族的期待。那时候我去上班，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人家说，你3义苗栗3义过来，那你客家人吗？对，我说我是客家人啊。他说他也是客家人，然后我就说，就因为我那时候工作的地方在闽南庄这样，然后说他在这里就不敢讲自己是客家人。我说为什么你不敢讲自己是客家人？他说怕被欺负。其实对，其实他讲这句话对我来说冲击很大，也是我回来的主要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对，因为我觉得客家人沉睡太久了，客家人的东西这么的好，那却常常被边缘化。我很开心，因为我第3代可以接得下去，我就感觉到我很开心，真的，我很骄傲。刘仁豪返乡接手餐厅经营，融合了更多年轻人的创意与元素。第一步就是要颠覆客家菜的传统印象。是我们这个红曲蛋一定要讲到，因为这红曲蛋是我们以前我们家族在女生在坐月子的时候在吃的，上面就是我们蛋先煎半生熟，然后再淋上红曲酱。所以现在其实那种意式啊还是法式啊，他们的菜色其实就是蛋半生熟的蛋上面再刷白松露，有没有？其实有点像那个的感觉。还要知道姜爆麻油古鸡就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的姜是选用在地小农的姜，那本身是无毒的姜，3年的老姜炸过，分开炸过，跟无骨鸡口味这种东西是与时俱进的。那我们用在地的元素，加上3义的元素、客家的元素，还有我们家族文化的元素去做出发展出这些菜。不止口味创新，就连餐厅空间规划，刘仁豪也有自己的想法。那我都常跟我们客人说，我们用餐没有限定时间，那你就慢慢的吃。我希望说慢慢的去，吃好吃好好的吃。我希望你是好好的去吃这一顿饭这样子。那让客人驻足坐下来的就是又要很多的附加价值。然后说集成我们3代堂还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人文艺术的空间。那我把舍弃了2张桌子，因为我觉得空间这种东西它是需要呼吸的，它是需要调节跟呼吸的。充分的信任、沟通与授权，第3代刘仁豪接班，没有经历太多冲突与挣扎。年轻一代回归，不但给予家族一剂强心针，也带来新思维。品牌化、专业化，他更试图让客家美食走出客家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不是说一直把东西创新，其实我们叫创旧，就是把老的东西拿出来，重新的排列组合，把好的东西重新再用现在听得懂的语言，甚至加入一些不同的附加价值，把它push上去。餐厅是一个很多杂事的事情，那当然目标我们已经定在那边了。可是因为太多的各种不同事情而去拖延到这个目标，那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要去日本学习的原因。因为什么日本的 SOP 啊，然后包括服务教育训练制度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餐厅，既然你要把它更加的提升，那你应该要你自己的底蕴在里面。真正的国际化是什么？是你回来了之后，再接受这个环境，人都是依附在环境里面长大的。不是环境依附着你，对，所以你在这个环境的时候，自己再把它自己内化，适合这个环境的方式去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讲接地气。然后我们3代堂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地化，把这个在地越在地就越国际，越在地就越国际。对，其实我觉得圣心客栈呢，它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哦。尤其是说，比如说它的3代堂的成立，其实已经跟原本比较传统的客家菜，它已经有一些区隔了。而且大家都知道3义是著名的慢活之城。其实我们到3义呢，很多游客他都是喜欢去享受那边的慢活的步调、悠闲，然后呢看木雕、看艺术品以及吃美食。所以在那一整条街上来讲的话呢，它已经跟一些传统的一些客家菜呢，都已经做出了差异化的一个区隔。那这个年轻化的部分来讲呢，
呢，现在大家其实也看到他们的成绩，所以都已经还算受到很多人的肯定跟欢迎。那其实圣心客栈他们在这一块的经营上，包括网络上，我个人都觉得还不错。但是一个品牌的永续经营呢，其实要跟社区还有跟在地的一个文化呢，能够做更紧密的结合呢，对它的未来来讲会更好。那据我所知呢，其实老板应该是没有说到处这个多增加分店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如果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到3义来享受美食，也享受慢活的话呢，结合在地的观光跟旅游的一个元素哦，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这个台湾人都能够到3义呢来享受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对未来的品牌的永续经营来讲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部分。现在他们更打算将原本的餐厅重新整合，融合茶道文化、3义的木雕及艺术，从空间的呈现到食物的内涵，以崭新的样貌提升客家美食的层次。刘家的客家餐厅从在地性走向国际化，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住。下一步，他们要运用3义的人文特质，将客家美食与艺术结合，展现客家人饮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